幾個月之後，數千公里之外嘅吉林查干湖，另一批職業嘅捕撈者，終於等到工作季節嘅開始。乾燥嘅空氣、極度嘅低溫，令到前鄂爾羅斯大草原上嘅淡水湖早就冰封咗。但係一場精彩嘅收穫，正醞釀喺冰湖之下。北京嘅餐廳，廚師正在開始製造每日最叫座嘅招牌菜魚頭泡餅。精彩嘅大魚頭係嚟自幾百公里之外嘅東北。攞個大鍋，唔需要用油去煎，只要事先做好嘅上湯去燉煮。魚頭喺鍋裏邊大概燉煮25分鐘。落餅要剛剛落好先至係最好，最後再用猛火去收汁。食魚頭係中國人嘅專利，好嘅魚頭比鮮魚嘅價錢貴好多。凌晨4點，查干湖嘅漁民趁住夜色出發，綿密、厚皮靴、狗皮帽，連夜趕路，向選定落網嘅地點出發。要知道而家嘅腳下已經唔係陸地，而係冰面。趕車嘅人最怕就係遇到仲未結實嘅冰層，人同馬一旦經過，跌落水甚至失去性命都係有可能。點樣行法，邊個都唔敢講。一場依靠經驗嘅賭博，就係咁，要持續幾個鐘頭。今日陽光明媚，冰層下嘅含氧量會特別高，魚群嘅密度會好大。長達2000米嘅漁網，好快咁就會沉入水底裏邊。冰層下面嘅溫度係零下4度。咁樣嘅低溫裏邊，魚群會聚集唔喐，但係定位唔準嘅話，壞運氣就會好似傳染病咁樣，會蔓延好幾日。漁工們各自喺度做嘢，冇人講說話，焦慮同埋緊張彌漫喺冰層上面。厚重嘅衫令到簡單嘅動作變得異常遲緩。魚把頭好在意今日自己嘅判斷係唔係準確，因為呢個關係到佢喺大家面前嘅威信同埋面子。我們天天都是魚。石寶柱今年77歲。經驗豐富，係當地好有名望嘅魚把頭。15歲開始幹，一直幹，現在都77了。你說多少年？始終沒離了這個魚界，水沒離水，沒離魚。不喝辣，今兒就這些吧。一會兒還有事兒，是吧？還得上冰啊。東部者正係將絞盤固定喺冰層上面，再將一條大繩纏喺絞盤上面，透過牲口嘅拉力拉動冰底下面長達2公里嘅捕魚大網。驚人嘅一幕開始啦！漁網喺透明嘅冰層下面慢慢咁樣喐，能夠睇到冰下面走網，意味住冰層嘅厚度同埋光照度都係啱啱好。但係咁樣係咪就代表魚群就喺附近呢？
快過年啦，依照老習俗，當地要有一次祭湖同埋祭魚嘅活動。遊客嘅需求同埋商業嘅參與，令到眼前嘅儀式變得更加隆重。石把頭作為主要嘅演員，亦都要上台表演。眼前嘅場面同老人家記憶裏面嘅祭祀有好大差別，但係佢仍然虔誠咁去祈求湖裏面嘅神仙因此嚟年嘅豐收。網已經喺冰下面走咗8個鐘頭，終於到咗收網嘅時候。整個嘅水底世界被打撈起，被上天厚愛嘅人群又一次獲得咗饋贈。令人感慨嘅一幕發生咗，大魚肥美嘅身軀刺激住每一個人嘅神經，但係冇人注意到一個細節。拉上來嘅網居然冇一條細魚，每條魚嘅重量幾乎都係2公斤以上。只有老把頭先知道，呢一個係查乾湖漁民心口相傳嘅嚴格規定。東部嘅漁網係6寸嘅網眼，咁樣稀疏嘅網眼只能夠網到5年以上嘅大魚，咁樣未成年嘅細魚就被人為咁漏走咗啦。鄂爾多斯蒙古族有一句俗語叫做獵殺不絕，講嘅就係呢個道理。1年1次必須得搞的。這是古代傳下來的，那不能唱。這不是年年有魚嗎？今兒咱們把魚都帶回去，今晚上咱們就吃魚喝酒。啱啱捉到嘅大魚，依家喺石把頭屋企裏邊準備迎接除夕。依照傳統，年夜飯仍然係一隻全魚宴。隆重嘅晚宴裏邊，魚係絕對嘅主角。女婿做得一手好菜，係家裏邊嘅大廚。完成全魚宴上面嘅14道菜，盡顯咗佢全部嘅手藝。重頭戲係跨燉雜魚，一定要用東北嘅大醬去調味。首先要用慢火去炆住呢個胖頭魚，再依次序加入幾種雜魚，混搭嘅感覺就好似東北人率性同埋直接嘅性格。屋裏邊嘅小朋友陪住老人家一齊飲酒，辛苦嘅1年過咗啦。這個是生魚，生魚片；這個是銀魚，五倉；這個是魚肉段。魚鮮混雜嘅味道彌漫喺查乾湖漁村嘅夜晚。湖水嘅饋贈固然養育咗依水而居嘅人，然而海洋更係好多中國人賴以生存嘅水世界。廣西京續3島上面嘅漁民曾經用高蹺捕魚呢一個方法，得到淺海嘅魚蝦。魚群通常喺西南季候風嚟臨前嘅清晨同埋傍晚活動。呢個高度借助一副高蹺，再撐開漁網作為支點，
可以有效咁樣將近海嘅魚蝦一網打盡。企喺海岸線上，總會有資源將盡嘅感慨。以前好發達嘅高橋捕魚，依家逐漸成為咗民族嘅旅遊項目。喺京俗萬尾漁村，佢哋係最後5個會高橋捕魚嘅人。對於海邊嘅人嚟講，更深嘅誘惑仍然喺深海之中。中國擁有長達18000公里嘅海岸線，但係捕魚嘅地方離開海岸越遠，咁危險性就越高。走入馬祖廟祈福，意味着新嘅航行馬上開始。海南人林鴻其係遠洋捕撈隊嘅船長。喺冬天，林船長嘅漁船已經準備好柴油、食物同埋淡水，即將從三亞嘅海港啟航。船上20個人，大部分都係年輕力壯。不斷減少嘅魚群，讓船長林鴻其承擔着一無所獲嘅風險。但係船長知道，自然嘅饋贈時常都係不遂人願，機會都係要靠自己去把握。傍晚，船長捉到一條鯪魚，簡單切件之後，可以睇到鯪魚翠綠色嘅骨頭。只要用清水一煮，味道就好鮮美，配上即食麵，就變成一餐好好味嘅晚餐。但係船長嘅晚餐食得並唔平靜。燈光引咗好多魚群嚟，足足打撈咗2個鐘頭。但係拉起嚟嘅漁網一無所獲，只有一啲水霧。冇收穫係意料中嘅事。但係壓力都喺船長身上。半個月之後，如果再冇收穫，林鴻其必須對船員有個交代。出海嘅時候，船員會帶上一啲馬鮫魚作為食物。馬鮫魚用鹽醃好，可以擺好耐。醃製剩下嘅魚頭同埋魚尾，加上酸菜，可以做成美味嘅酸菜魚湯。南海係中國最深最大嘅海洋。呢一度有22個島嶼同埋7個沙洲。島
島上嘅紅螺直接用海水煮熟，味道鮮美無比。漁民到西沙捕魚，遇到惡劣嘅天氣就要靠外休息。遠洋捕魚嘅成本好高，今年嘅捕魚季節，林鴻其已經出過2次海，損失咗好幾萬蚊。今次嘅航程已經過咗幾日，但係仲係一無所獲，佢嘅壓力越嚟越大。希望都寄託喺林鴻其身上，佢係船長，魚群嘅位置全憑佢嘅判斷。從一無所獲到一日千里，靠大海謀生嘅漁民又一次獲得饋贈。但係1年中能出海嘅機會只有半年，大家必須掌握時間。漁民獨特嘅慶祝方式就係做一席豐富嘅海鮮午餐，香煎馬鮫魚。唔需用任何多餘嘅調味，完全係原汁原味。池子魚要同蒜頭一齊紅燒，炮彈魚肉質細膩，最適合做湯，加上酸筍一齊煮。船上面逐個餸菜，保留咗海鮮最原始嘅鮮味。林鴻其載咗1船漁獲返到你陸上，但佢知道呢個只係短暫嘅停留。漁民未來將點樣適應海洋環境，就只能靜觀其變。為期2個月嘅從容季節，卓瑪同媽媽賺咗5000蚊。呢一個收入係對佢哋辛苦付出嘅回報。傍晚，聖母撐着船回到岸邊，佢要將今日採到嘅蓮藕用鮮布冚起嚟。新年嘅第1日，石把頭獨自上冰，春天50萬根魚苗將重新投放到湖裏邊，老人家仍然期待冰湖裏嘅饋贈。當我哋遠離自然，享受美食嘅時候，最應該感謝嘅係呢啲付出勞動同埋智慧嘅人，而大自然則以佢嘅慷慨同埋守信作為對人類嘅回報同埋獎賞。自然地理嘅多樣變化，令到生活喺唔同地域嘅中國人享受到自然不同嘅豐富主食。中國人對於4季時節嘅感受，
帶俾中國人富饒、健康、充滿情趣嘅生活。